底文吼。啊，落尾伫咧即个台湾教会公布嘛，有写哪来哪特色的台湾俗语话吼，台湾俗语话安尼传统。啊，最近有出一本台湾外来语吼，啊，即个著作吼，啊，写真侪台语的文章，啊嘛伫电视广播、电视路电广播电台主持做过诚久吼。啊，咱邀请资深的台语文工作者吼，你若用诚心来做一下分享吼，伊的台语路是安怎行的吼。啊，再来就是少年辈，就是周家燕小 A。啊，刚才我以前大家知影这个名，所以若大家有咧看公司台语台，逐工一句吼，这逐工一句的小 A。咧讲台语罗马字啊，台语啊，对对，是台南名啊，甲你讲台语的即个啊，台南名啊，就对啦吼。好，啊，所以咱看大先生甲时间要交互人兄兄，李人明先生吼。啊，因为其实因为伊的即个著作甲交集真长吼，咱今日可能无一定有遐尼充分的时间通好互你讲遐济吼。啊，毋过希望讲会当以你的自身的经验来甲咱分享一下，哪里会家己一条路，啊，再来就是啊，你是毋是有我啥物款的想法？伫遐你细个都你要来讲安尼，好，请你阿明先先开始。多谢，多谢胡伟姐吼，啊多谢各位来这所在，啊我想我甚至会使甲各位并列话，应该会使接啦。OK， 咱我先讲我的台语咯吼，啊对这本册讲起，这本册叫做吼李南平台语大道书。李南平台语大道书，讲这本册，啊，这本册是1996年3月出版，李南平原作，啊，陈良伟啊编著，啊，搁这个单手的译，吼，单手的小姐甲陈良伟到李良有翻译，啊，大部分是陈教授翻译，啊，朋友问我讲，啊，你这本册，哦，你关注的吼，关注。这个你用什么文写？我用德文写。无咱就翻，拜托迄个爱互麻烦陈教授甲你翻译过来。其实吼，这个文章拢是我打做民生部，即摆还佫有敢若无呀吼？民生部迄个自立案部、自立管部吼，也是念姓氏的时阵嘛是拢有姓氏吼，内底也是圣经嘛，有标义的圣经。我无啊，我拢读华语啊，所以到即摆我嫁鸡随鸡吼，嫁爱对嫁囝，我是带两家啊对嫁囝，我对阮某囝吼去长老会，我即摆是伫大地的长老教会，伫遐做礼拜。我做礼拜，互伊听台语，牧师你讲出来，对我来讲无啥物问题。问题我毋爱到位过嘛吼，毋是，咱讲要看要写吼，要读，还佫是坎站。对我对这个基督徒来讲，毋捌学过这个道理，就是来讲做罗马语，吼。这本册出版迄当时吼，咱的台语的数字化，即摆咱好多电脑内底用拍台语、客语、数字化足简单的，拍了用大写，第二写，哦，爱写2呢，写5呢，我迄哪会晓啊？我连第几写嘛都袂晓，佮写1、2、3、4，我嘛毋知讲啥。但是迄个时阵哦，出版这本是1996年3月，迄阵啊，还无普及，还袂晓有这电脑的数字化，吼，所以袂当撇过来撇过去，用这2、3字，吼，迄阵啊，真侪人写台语的册，嘛拢要写这2、3字，吼，还佫写这2、3字。OK， 这个台文表。这本册哦，当然嘛会使家己爱感谢，就是讲除了陈教吼，伊当年已经一边台文通信编几啊年，搁1年的时阵哦，我还袂晓台文，所以伫学校来讲，伊是我的校外学妹，但是伫台文的这条路来讲，伊是我的前辈，我的前辈。所以我看到伊，我足尊敬，因为我的
话啊吼，人伊去编十字的时候，我也袂晓写台文的，我查遐远吼，查几啊万公里，即个这本册出版了吼，有一年田良伟教授吼，田良伟教授转来台湾，问我讲，你发文的册出10几本，恁呢买用台文来写？我台文要安怎写？台文都你想落啥就写在安尼个写吼，我看你的文，我嘛看文的吼，咱讲，迄唔知影讲即个所在汉字吼，台湾话拼汉字爱用即字，我唔知影，我唔捌啦。我问我这嘛有300字书，你看看者，你就出一本诗集吼，我有要来读，足感动的，叫人敬如诗草，人敬如丝草。伊上届了不起，咱讲胡适之讲白话字无，讲白话字啥？做白话字就是讲台湾文运动，就是讲你写出你讲的话，伊是啥？伊就是根据黄遵宪的话来写，根据黄遵宪的精神来写。黄遵宪这个人是跟咱的客家人合格，但是伊足了不起。伊即个诗吼，伊人敬如诗10头，结果外国的即个大赛吼，等美术馆大赛馆甲伊发布，所以无做官安尼尔。咱即摆讲到转来，就定到是讲你爱学黄遵宪吼，安尼黄遵宪安尼，就讲你想了啥，就甲写出来。你若有好个困难，你台湾人敢袂讲诗，你台湾话就甲写出来。我都唔知影要学做一个字。爱学我安尼要安怎学，就开始爱学白话字，白话字要拄搭学起，我才把它收着，古早，咱讲古早吼，是见笑时，安怎见笑时，我去找到一本田良伟教授的册，这本册叫做《台湾福建话的语音结构甲这个标音法》。我捌买过这本册呢，这本册伫倒位？这册我直去找，我找着，也是新点点，也毋捌甲现过。我一日看从了开始真歹势，对这个地教是真歹势。我这本册当时也买去的，1977年到2000年，这课欠赛我写教材，这课的教材不写，这课出题目，家己考家己。我有影印我有影印3张就是讲BPG 你分别的时阵安怎，我拢家己做出来就是讲足认真啦，我读白话字足认真读，这本。到的咱总会丢落到的总会出来，白话字基础教材足认真读，佫有做这个。这本田教授这本册嘛是足认真读，我家己即摆我就开始用白话字写文章用汉语，就是讲汉字加罗马字，就去写文章。写啥物文章？比如我迄阵在新北平广播电台，我除了每礼拜爱主持1点钟的节目以外，我每礼拜爱写一篇叫做绿色短评，绿色短评。绿色短评每礼拜带爱报3摆，8点、12点、5点。有一个专门对念这个讲。我以前拢汉字写，汉文我汉文对我来讲无问题，我拍字足紧的我拍偌紧，我会当拍60字1分钟我会当拍60字，比即摆一寡少年的拍较紧。我学仓颉，是安怎学仓颉？伫我开始学是学波咧，我波，因为我即阵较读的波较标准的波我读。所以我即摆就偏紧波什么就无起字咧，波什么把无起字，无起字变啦，偏真正我读到迄阵已经60岁啊！我60岁拢读唔着了，足济中国字波我拢读唔着。我
读，了拍无意思啊！咩人我问人啊，讲上课看到唱节，我唱节啊，记鼓手，哦，记鼓手，我记鼓手偌认真，你感觉？我咧拍字吼，拍甲吼，我是安那学拍字，因为迄个蒋嘉怡，哦，杨宪龙的太太，蒋嘉怡甲我，你还在用稿子写稿，我没有在想。咩讲用打字才快，我叫学打字，学拍字，学拍字用才过会才会，太阳拍字我学。我一礼拜啊，我就寄过去，家庭打电话讲，你讲人就好玩咯。你一个礼拜就学了，对不对？用钱咯，我做认真啊，我安尼拍偌认真，你敢知？我才练一工哦，热天嘛，我去拍片，就是咱底裤咧拍字，拍到2分水啦，拢看咧，我会看，规工安尼，这种人嘛是足拼哦。啊，这个拍字吼，拍了，我即摆就哦，拍字无问题，写句我历史短片我拢写汉文。啊，即摆写中文写了，啊，我这个廖天恩先生哦，天恩兄，伊就拢甲你自动甲你念做台语，伊甲你爱改做台语来了。尾后我学会晓拍台文尔，我拢写过哦，伊讲，哎呦，错，我迄个标准较短命吼。啊，我晓读了，我感觉讲阮老师比较好。我每一位老师，我拢感觉讲，伊拢带我去金库，无共款的库去买金啊，买补助。每一个老师拢安尼甲我带，我足感恩啊，足感谢这个老师。哦，啊要去要学唔学是我的代志啊，伊带我去是因的即摆较好命，咱大学生毕业讲免写论文，我读中央大学毕业就爱写论文。即摆讲研究所爱写论文，我受益过，因为我对外来语处理，所以对外来语真认真研究。啊，我来讲台湾的作家，一个作家偌好新鲜，因为我跟日记时代台湾文学规套的内底第一本就是偌好新鲜传记，哦，选迄个啊，迄个选了再小说选集5本。再来再细选一本，文献资料一本 ，OK。啊，这个我咧写的中间，我发现讲，你读的中间，我就甲我的老师吼，迄个平阳伟教授讲，老师啊，我认为我感觉台湾吼，迄个日本时代迄个偌无新鲜，伊的作品内底作品外来，啊到50年后，一个作家，就是王真和，王真和台语迄个小说，内底嘛作品外来。在这50年间哦，台湾外来语的变化相当大，完全无共款，安怎无共款？50年前偌好新鲜，讲的外来语差不多拢是日本来的。这个王真和讲的外来语差不多拢是美国的、英国的、外国来的，较济。啊，所以两个外来语的比较，做一个比较，做我的小说论文。啊，我小说论文我就甲迄个地方教授讲。我是毋是会使用台文来写小说论文？上好啊，上好就是用安尼来写，讲有影安尼，敢若会使款吼，我在用台文写我的小说论文。小说论文就是用台文写，哦，啊，这算做试验啦，试验讲家己的台文的程度安怎吼？过来，这个毕业了迄阵啊吼，有一本。咱台湾有一本足有名的杂志哦，是咱台编辑台语的台语文的杂志，叫《海岸》哦，《海岸》杂志哦，就拜托我甲写，我好，啊要写啥？由在你写，我写好，我就来主题哦，对啦，乱写乱唱的台语，乱写乱唱的台湾话，就是讲咱一般讲台湾的海唔着的所在，啊，拢总差不多10位啦，10位，就讲。创造土地选地的时候，就口水啦，那有说口水你看，口水啦，啊，迄时是真口遐，毋是口水吼。啊，这种物件吼，咱足侪犯着错误的代志，啊，拢无感觉，无感觉。啊，但是吼，久你就会感觉讲，啊，因安尼讲是正确的，包括伫电台主持节目、电视台伫面评做，因讲的台语吼。大概老的一本台湾话的囡仔册哦，这本
去我就找我，怎找我？伊每一篇吼，拢在10大，每一篇拢10大咧。10大吼，我因为我伫信义基金会捌做过，信义基金会捌做过出版社社长，我对囡仔册有研究过。囡仔册吼，上了紧就是爱有画面。伊吼每一篇你甲读了，就一个画面走。我讲我也是即本册要甲推广，我就寻求囡仔，就几篇文内底，互伊景出来画图来表达迄篇文，是来足了解一篇文。每一篇文拢10页10大，每一字啊拢有押韵，这不简单。比如王教授，我是应该去甲伊说做下，我东海大学学长，迄个外文的张玉红，听讲即摆伫迄个三G的，无去个大真歹势哦。来，我过吼，我即个海岸吼，我就写端环以外，尾端环我无去写无。当然我内底有写一篇文啦，我感觉袂歹，我有收入去即边我出版的台湾的外来语内底，就讲台湾话毋是闽南语，咱讲台湾话就是闽南语，等于不等于啦，看册啊，不等于外来迄个闽南语。台湾话也闽南语吼，台湾人讲的台湾话，闽南人拢爱听。台湾话也闽南语，闽南人讲的闽南语的福建人讲福建话，咱台湾人拢应该听嘛。如果因听无的，咱的话一大堆，咱听伊的话听无的嘛一大堆。我尾后用外来语来做咧，因为外来语甲恁台湾的外来语，咱讲一大堆台湾的外来语听无？因福建的迄个迄个厦门吼，泉州、漳州因讲的外来语，咱做侪咱听无啊。就讲咱台湾讲白靴子就是衬衫嘛，白靴子是白靴子，我靴子就是衬衫。中国迄个厦门讲啥？讲云衫，云彩的云，衫是衣衫的衫，云衫你知影啥？毋知嘛，就是靴子。因为对南面来，咱是对日本来，所以足济我就嘛有写一篇伫即个海洋内底刊顶啦。落尾，因为我拄则讲即个刘洪教授，即本册我足了不起，我才写，我甲学落，讲吼，伊亲像我是医太医，亲像英国的A.M. 闽南来 ，A.M. 闽南是啥啦？你无一定爱捌，但是讲做威廉的谱你拢捌，威廉的谱会当写个遮尔趣味、遮尔好看的一本囡仔册，即个人叫做 A.M. 闽南。A.M. 闽南是啥物人？是英国语系内底三大条内底一条的头。我讲哦，我期待张树宏教授会当做台湾的 A.M. 闽南。伊讲哦，伊规篇文看了，即句话看了3届。甲伊学愈较遮尔悬我是感觉讲足了不起，张树宏教授。OK， 我足感动也来写即个书评，写寄去教育部。教育部就甲定出来了，伊无要紧哦。迄阵看秀莲教迄个小姐，伊讲要请我写句，我好我写句，我就写句。写句写，我伫研究所拄着的物件，所读的经费，甲所安怎入去研究所的即个经费，我写做文章。定了伊讲，即讲研究你读册的代志哦，以外你会使写台湾的物件。我要写台语，无你就写台湾俗语。台湾俗语有百种啊，对无？有人敢若有金钱，都讲袂了，讲年龄也讲袂了，讲家庭嘛讲袂了，天气嘛讲袂了，拢讲袂了。大家拢讲的角度袂共，我的角度佫甲别人无共。我来写啥？你免无去啊，遐台湾的俗语话，就讲即摆讲起来吼，像我的年龄80岁。即下的人要知影，过60岁、50岁人都听无的台湾俗语，我这个吼爱甲捡起来，捡起来写，写的时候就1篇、2篇、3篇规顶，顶一个句吼，讲会使出册，我有影，中有外你有够出册，
所以有出一本册，一本册叫做啥？叫那这退休的，那这退休的台湾俗语话，那个叫经费大概是安尼，就是讲我毋若写，毋若会当去满世界去共演讲，去讲台语，讲台语，是咧无自然的即个俗语话顶顶，这是我来台湾的台语俗语，台语录，这台语录讲起来不止可怜，60岁才开始行，考虑了学了不止长命，81岁无较早挑伊都无该在啦，该在还佫活会继续来，继续佫努力，可能发展为着台语来发展，安尼是。3位就写3位就好啊，毋是啊，一定足侪错误的，这就是我是家己疏忽的所在，嘛足感谢啊。大家若要袂买册，赶紧去买，个在遮台湾话来，咱是不刷小可边啊，迄个袂。我是台南妹仔，我叫做 AYO 阿 U 安尼。我叫名叫朱家义，今日我想讲，我甲大家分享，我自细汉开始做甲台语有关系的工课，嘿，就是我是叫头拄就自我介绍，我是台南妹仔我是大学的时阵读台北艺术大学的电影系毕业的，所以我即摆主要是咧做演。有做演员，因为我迄个时阵是读表演组，所以我有家己做演员。这像这就是我咧做的一寡乐团的 MV 啥物的，就是这是我家己做的一个平台的对。因为今日的时间较少，我想讲我就直接开始讲我的台语学的经验吼。就是其实我做细汉，国小的时阵，我就咧想一件事，我其实国小就开始咧做甲台语有关系的工课。就是我做细汉的时阵，阮爸爸伊是咧一个台湾说唱艺术的迄个表演者，就是伊的专门，伊就是咧念歌就对啦，伊有去学念歌所以因为伊开始学念歌了后，伊就希望我会当教伊看奏。所以我国小年纪的时阵，阮学校拄好要开迄个国乐社，伊就叫我去学下弦安尼我就会当教伊看奏。所以我2年开始，我就去学下弦就四个甲伊做伙表演，真正四个表演对。所以伫迄个时阵开始，我就对像讲台湾的歌还是台湾一寡乡村民谣，还是一寡说唱的。遮个文化我拢会，就是歌仔遮个文化，就是拢伫我的生活当中安尼。这是我细汉家己毋知影，毋过我即摆大汉咧想的时阵会发现的代志，就是其实遮个物件拢是我的创作的来源，只是我早毋知。这个时阵的表演，我想讲我今日会当讲一段互大家听，就是我以早咧表演的时阵，我会负责的。一套迄个叫做公文标记，迄就是迄个就是阮爸爸写，伊是甲一寡迄个台语内底的笑话，甲写做一篇，互我来念安尼。我看会听者，因为我做久无表演，我肯定嘛爱看一下。好，遮就是。列位朋友听我讲，公文标记真清楚，伊讲台语嘛会通。我看伊是白跳的假讲讲，来讲一项笑话台，听了包恁笑开嗨。嘛，请咱大家坐好在，食袂当的倒头栽。讲阮甲恁害，安尼着不应该。一
即马来讲阮表姊，袂啥会晓讲台语，因着头路上班去，若有出笑话一大堆，啊，恁若听阮来讲起，一定会笑死。表姊上班伫航空公司，一团阿公阿嬷咧坐无人机，阿公阿嬷毋捌字，看无 ABC， 即马来咧找因的位，一个阿公机票摕互阮表姊，啊表姊看一见，开喙就讲起。阿公，你是你，啊你拄好是即位。阿嬷，你死伫遮，啊你着坐好定，啊飞机念咪要去行。哎哟，啊即个表姊吼，即个阿公听了真生气，啊大声叫嘛去，你即个死查鬼啊死查鬼，啊讲啥物我是你，啊阮某死伫遮，阿公后悔一直赢，啊表姊看较真着惊，是煞去叫空中少爷将情讲好听，空中少爷听一见，知影阿公真生气。赶紧陪做送凉水，阿公火气脚坐落去。好，啊，其实即段吼，规个谈了差不多爱5分钟到10分钟，所以我今日就是讲到遮安尼。啊，这就是我细汉的时候，我的一面下弦仔，啊一面迄个念歌就对啦，对。好，所以这是我细汉的时阵，啊到大汉。有时阵是我刚做，我甲阮爸爸做伙表演安尼。对。好，啊头先迄个李老师讲着海洋，我以早嘛有迄个参与着，就是细汉的时阵，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头到国小的时阵，海洋拄好有一寡内底有迄个囡仔诗的部分，啊因为伊有迄个 CD 嘛，伊有迄有声的 CD。啊，迄个 CD 就是有找我去录，所以迄个时阵有一寡囡仔诗就是我录的安尼。啊，搁有一寡迄个时阵的台语的课本，内底内容嘛是我录的。好，啊来煞就是甲音乐有关系的代志，就是因为我从细汉就做介学音乐啊，像讲我高中的时阵，甲阮同学组团，我迄个时阵就调工。会找一寡台语歌来做，因为我知影阮高中的时阵，我是伫台南，我读台南女中。啊，其实我即个囡仔已经足侪袂晓讲台语，也是讲因爸爸妈妈教因讲台语，啊，毋过因家己袂讲台语。啊，我迄个时阵，因为我是社长，啊，我就想讲，咱会当加做一寡台语歌，也是，反正就是甲台湾有关系。像讲我迄个时阵，我就有做假话调，毋知大家敢有听过？对，假话调就是规初一到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分假吧，就是即种即个歌调。啊，伊就是规初一讲到15安尼，对。啊，像讲即种歌就是以早我迄个囡仔其实是袂去想着这，只是我迄个阵因为阮爸爸的关系，所以我拢袂去听着即个歌，我就想要家己做安尼。对。好，啊来搁有一寡像讲。有一寡我的朋友会甲团因做台语歌，啊，因为迄个时阵，其实网络顶悬无人 MV 内底的歌词全部用白话字，啊，所以我就来推荐，我就甲讲恁的歌词通拢用白话字写看卖，安尼足侪人看到，伊可能会毋知讲，你这是咧写啥，就会有人有套现嘛，啊，咱就会当顺续甲讲，会当甲讲哦，这其实就是台语的文字，因为大家人足侪人会感觉阮台语无字。其实白话字是，过来咱人以前就有来台湾啊嘛，对，所以我就拢会伫我的一寡作品内底放甲台语有关系的物件。啊，像遮的流行歌的台语歌词嘛，是因为因拢是遮的创作者，像陈奕龙啊，是迄个林慧琪啊，是其他的一寡创作者，因拢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伊咧写台语歌的歌词的阵。有时阵就会找阮来做伙讨论，若是帮因迄个家己写好对就对啊。好，就是拍片。这是我大学的时阵，应该算是我甲阮同学做伙编剧的戏，叫做《女给时代》的。啊，迄个时阵，因为阮大学3年爱做重要，就是阮班全部人爱做伙拍一出戏。啊，迄个戏的规定就是，只要毋是现代的拢会使，就是你一定爱拍以前，也是你要创造一个未来，
就是一定毋是现代就对啊。啊，所以迄个时阵，因为阮班迄个时阵的表演组，查某囡仔足侪，啊查某干啊一两个，啊我就想到一个卡本，就是像日本时代人讲女嫁，就是迄个家己厅内底伊的服务的人拢是小姐，啊拢就是爱较水安尼。对，爱去服务啊！我就咧写迄个家己厅发生的故事啊，因为安尼，所以因为是日本时代嘛，所以阮的内底的内容就全部拢用台语。啊嘛，因为安尼，我就互阮班的人教我做伙学台语，就是因为出个演员因是袂晓讲，阮班有做者台北人啊，做者毋是安尼讲，敢若咧讲台北人台语种无，毋是迄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讲，就是阮即下的少年人，做者人袂晓讲台语，所以我写一个台语的剧本，伊就爱对我学台语安尼。好，啊，这是我去年甲阮朋友翕的第一片，叫做易贝奇安尼。啊，这是阮去参加迄个台湾大哥大，伊有办一个迄个影展就对啊，啊，阮有去参加。啊，我迄个时阵去领奖的时阵，我就发现全部入围的影片，敢若阮做台语的，啊，阮是全部规头到尾拢讲台语，啊，就是即个影片是，而且嘛真笑亏啊，因为今仔我好无迄个咱爸无，我就是会当咱会当去我的迄个 face page 看，我的袂重要，我会安尼。对，啊，伊就是我就是咧做一个迄个去年的时阵疫情最严重，大家毋是一开始咧抢物件。咱敢会记迄个阵，做者新闻讲哦，倒位的物件拢无啊，全部的卫生纸有抢了了，对。啊，所以我迄个阵就是，阮就想到即个做笑亏的卡本，就是大家伫遐咧抢卫生纸的故事安尼，对。啊，这嘛是规个用台语做安尼。好，啊，搁有我就有参加一寡戏剧，嘛是台语的戏剧的演出，对。啊，来说了，这是我伫公司台语台做的节目，是逐工一句，这是第一版的迄个理顺就对啊。这是我说第二版就毋是啊，所以我的风格就是，规头纸到即摆看来，啊，搁有若是有看过我台南妹仔的作品的，人应该较知影，就是我的风格其实就是较香香细细。嘿，对，较香香细细，目睭会看较做花迄种，就是较是我会介意做的物件，对。啊，我是安怎会去公司台语台做即个节目，是因为我进前19年的时阵，伫歌主场言论自由日即个活动有嘛有短讲就对啊。啊，迄个时阵，迄个有一个导演就是电影咯，因爸爸叫做田文栋导演对，伊有来听我演讲，啊伊就常常想着讲，迄个时阵台语台拄好，大家开始要准备要做节目安尼，伊就推荐我去台语台，讲会当找我做节目，因为我拄好，伊嘛知影我咧拍片，啊我嘛有甲伊做伙拍片过安尼，所以迄个时阵我就入来台语台，啊，即个节目的开始是迄个时阵呢，制作人因想讲，咱大家以早细汉的时阵，拢有看过迄个每日一句对无？就是迄个华语的，李艳秋啊，伊就是有每日一句嘛。啊，阮就迄时阵讲我歹听，阮就想讲，啊，以早因拢用这甲咱洗脑，所以咱即摆有要甲伊洗转去，就是咱就要用台语版的就对啦，就是。互大家逐工学一寡甲台语有关系的词，安尼。所以，迄个时阵一开始伊就是安尼甲我讲，伊就想讲哦，伊想要做一个台语版的每日一字啊、每日一句即种。啊，我就开始想讲，因为我就开始转去看，因为其实我细汉就无看过迄种物件，因为我细汉阮兜是迄个国语日报啥物的，迄完全无法度去甲领导的，迄阮爸爸会提单调，对。所以我自细汉从少接触到遮个物件，我就开始看，我就发现其实迄个节目嘛介无聊，就是伊只是咧介绍一个字安怎读安尼尔。我就想讲，我若做这对我来讲当然嘛做简单，我嘛做轻松，毋过就上无聊啊，就是内底内容无啥物，迄落我会当看几个所在，所以我就。对，所以我就开始想讲，安尼我会当，因为阮迄个时阵，阮的主持人尤人伊本来就是
的角色，伊的特色就是安尼，所以我就想讲，安尼就利用伊即个特色，咱就甲伊，我就创足侪角色，用遮个角色来讲无共内容的，像讲，即个是阿朱伊，即个角色是阿朱伊，阿朱伊可能伊的甲伊的分配着的主题就是较生活的，还是较迄个。较传统的物件，我就会互伊来讲。有一个角色是 DJ， 伊就是咧甲音乐啊、甲台湾的一寡艺术的物件有关系，我就会用互伊来讲。对，张博先伊是专门咧讲祭会，对，所以24祭会就是拢张博先咧讲安尼，对，大概是安尼，就是我会按互因有足侪无共的角色安尼，所以大家。看电视的时阵，袂感觉讲哪会拢是共一个人咧讲，就是我想要互伊较活泼好耍的就对啊。因为因逐个人的角色嘛有较无共的个性，我咧写我咧编剧的时阵，我就会针对因的个性去发挥。嘿，我看。对，佫有一个特色是讲，其实我即个节目的运作是安尼，就是我会先有迄个顾问老师有互我教材，像讲咱今日要讲啥，伊会互我一篇教材，我就甲遮个教材想要写，要用迄个较口语的方式，互主持人讲，佫编一寡戏内底，用迄个戏剧底戏剧来解说迄个词，也是解说迄个常理。通常拢是常理的时阵，我会用一个情景互因演。安尼，就一面解说迄个常理是啥物意思，咱咧看的时阵，就看迄个情景就会当了解，就有点像迄状况剧迄种感觉。对，我就是想讲要互大家用较趣味的方式去学台语，莫拢感觉讲学语言是一个总硬的代志，对，所以我就一直想要用较趣味的安尼，对。像这就是其实我咧拍片，阮咧拍片的时阵，伊的迄个我的迄个摄影棚就是绿幕，拢讲绿器，就是即种后壁其实是全部拢无物件，用电脑来做拢后壁有无共的回应安尼，对。就是。这就是我伫现场的时阵，因为其实虽然咱讲公司台语台，毋过其实内底有足侪工作情况。其实内底有足侪工作情况，因是台语可能听无啥有，所以我有时阵伫现场，我嘛是爱讲华语来指导。对，这就是阮咧拍片的过程，对。像这就是我咧写的脚本。我就会甲伊主持人要讲的话拢写入面，遮就是讲伊安怎演，安尼，对，这就是我迄个在遮做工课的脚本安尼。好，因为我开始伫公司台语台做这个节目了，因为毕竟讲迄是公司台语台的物件，我嘛是爱共尊重，所以有时阵有一寡内容，我就会想讲，这是因为一开始吼，足侪人会敲电话就要交骂。我会记得阮第一集做的主题叫做“荡生”，荡生大家拢知啥物意思？荡生就是做小气的安尼。迄个时阵，迄个若报出了，因就甲我讲，有足侪电话来甲阮骂，想讲是安怎要互主持人做迄个查某扮查某的，安尼足歹看的。无就是骂讲是安怎要教荡生即种负面的词，安尼连这都要骂，我就想讲，好，安尼，所以其实阮后来就是会一直调整，因为大家有一寡意见，阮拢会调整安尼。好，所以做迄个节目做了，我就开始发现讲，其实我是有办法家己一个人做一个节目，因为这大部分的内容其实是我想的。我就开始想讲，我要伫网络顶悬做一个我家己的节目，因为安尼就无人为咱管我。恁要喜欢恁就看，无喜欢恁要骂我，我无要紧，因为我本来就毋是为
为虾米人服务的，就是我家己做欢喜的，所以我就想讲，我来做即个台南妹仔，即个台南妹仔教你讲台语，嘿，即个物件开始做我的节目。啊，因为即个我的袂重要，其实是2014年的时阵，我去参加迄个时阵咱讲日头花运动，迄是2014年，嘿对。日头花运动的时阵，我就去迄个顶馆，因有一个叫做大长花论坛就对啊，因就是你对啥物迄个运动有啥物不满，你拢会当去你共骂共干掉安尼。迄个所在就是要互干掉的对，因为迄个时阵大家拢伫遐足久啊，大家拢有一寡情绪，需要甲讲出来就对啊，对。啊，我记得我去哩的时阵，阮哥哥先去哩，啊来我换我，啊，阮两个拢讲台语，啊，迄个时阵呢，有足侪人就讲，啥啦，恁的台语讲了遮好了，一直甲阮学了就对啊。啊，这对阮来讲，阮就会感觉，有即种学了其实是足心酸的代志，因为其实台语本地就是阮的母语啊。啊，你去看到一个日本囡仔讲一语讲到下下句，你会甲讲，哦，你一语哪会讲了遮好安尼？你袂安尼甲学了嘛？所以咱台湾的少年人，因为台语讲了好，互学了这件代志，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一点仔心酸的感觉，因为尤其是我搁知影阮爸爸伊是。自我细汉就伫咧做台语文的运动安尼，所以我就感觉讲，我迄个阵就是顶管讲，你若要学台语，你就来教我学安尼。啊，毋过因为迄个阵我搁去读大学，啊，我即个人就是爱准备好势，我才会想要甲代志做出来安尼，开始做作品。所以经过6工，我即马才感觉，因为做公司即个节目了，我感觉我有材料当做一寡新的节目，我就想着我想要先做白话字的教学。啊，啥哪会先做白话字？是因为我感觉这是规个你要学台语的上基础的物件，像讲咱要学英文，咱无可能无爱学 ABCD， 你安尼要安怎学英文？对，你无可能袂晓看，你根本看无 ABCD， 你要学无可能嘛。所以我迄个阵就想讲，因为有足侪人会想要叫我教因台语，啊，恁若无要学白话字，我有足侪物件，恁的观念我无法度教你教，对无？所以我就决定讲我要来做白话字。啊，你安怎做较好耍的？因为我家己学白话字是，我高中考调大学要搬来台北大的时阵，阮爸就甲我讲，你一定爱学会晓白话字。所以迄个暑假，我就招一寡同学来阮兜学，甲我爸爸学白话字。我差不多学1个月，我就拢学了。所以我就有印象，我咧学的时阵有啥物所在是我感觉有可能大家会感觉较困难的所在。像讲有足侪人一直甲我讲台语的声调因分袂出来，啊变调毋知影要安怎变，大家若是咧学台语的时可能会拄着遮个困难，啊无就是一寡音发袂出来，像讲哥啊、无啊这种注音内底原本无的音拢发袂出来。对，所以我咧做即个来学台语白话字的单元的时阵，我就想着爱用较趣味的方式甲大家教遮个物件。所以若是我想要问一下，敢有人有看过我即个单元的节目？啊，你也是？哇，多谢。就是我就是因为我主要嘛是学戏剧的人，所以我就想讲，我嘛是要用一寡短的戏剧来教大家教讲要安怎背遮个迄个音素，就是所有的音素要安怎背主音母音安尼，对。所以这是嘛是可能嘛是因为遐个短剧有拍了有较笑开，所以我就发现有真侪人真喜欢，嘛真正有帮助着一寡人，互伊去学白话字，安尼对。即马我是甲全部拢做了，我为迄个音节结构迄个声母、韵母、入声啥物变调，啥物我全部拢做了，总有8集。对，这是我做甲拄好过年前届全部结束。今年刷落来，我会想要，刷落来是，今年的计划我可能会开始做一寡，嘛是短的迄个戏剧。
我嘛是放伫网络顶管，用遐个戏剧来教一寡咱伫生活内底会讲到的一寡语术，也是讲一句话，像讲我袂讲，像讲我巴肚足痛，安尼我用一个戏来包装即句话要怎讲对啊？我目前的计划是安尼，对我讲到遮，敢有人有啥物问题？因为我大概我目前就是我咧做甲台语有关系的代志，大概就是目前做到遮。尾后壁当然我有真侪计划啦，毋过就是还袂开始做，我就想讲反正就了大家若有咧看我的物件，紧就会看到啦。对。我敢会讲了，我敢会讲到生气。不要紧，都会当，等下唱歌再后壁都有跳。对。好，这是我即马咧做的代志安尼。好，安尼咱是不是请人民兄再坐转来？歹势，互你刷来刷去。因为有先讲为讲，就是有啥物问题想要问对方安尼啦吼，所以因拢有想几个问题想要问对方的。咱先请人民兄先讲出你想要问家己做的有关的问题。我先讲，我熟悉因阿爸。我毋捌见过伊啦，第时看过伊。我迄个2002年吼，我互阮做日新和平广播电台当时长。我讲有咧做当时长咧做啥，嘛毋知要做啥，因为迄个总经理就一寡节目啊，啥伊拢活动较好势，所以我即阵想讲，是毋是来收集台湾的台语诗？我去收集了，发现讲，我要是台湾的台语诗实在有够少到吼，咱一般想讲什么诗人哦，结果伊拢毋捌写过台语诗了。台湾的诗人毋捌写过台语诗足济，尾啊我真勉强哦，足认真点，才点60首，60首讲拄拄在一架子啦，60年一架子啦，我60足无简单，先60首，60首内底有一首周定邦先生的诗，所以哦，我甲出做诗，出做册，迄阵啊无钱啊，迄个电台无迄个钱，我才去找林淑芬吼，林淑芬，叫我台新北市我拜托伊，伊有一个什么文化基金吼，会使去请，去请钱来还出版。出版的时阵，你甲他出一本册吼，迄无意义嘛，真啊，因为毋知要怎读个诗，毋知要怎读，所以我有拜托迄个迄阵啊，还佫建在即个已经无去吼，蔡友传，即个美丽的事情吼，蔡友传文章，伊会写足好啊，伊会写足水啊，伊迄个。街头运动啊，咧唱歌吼，唱抗议的歌吼，拢去带头。我讲有啥物来拜托你来阮电台录音，来录音，录迄60首诗吼，拢录了。录了，安怎做？我录了吼，每一工60首嘛，真简单啊。每一工吼报一首，一首吼报几啊遍？报一工吼报3摆、5摆安尼。明仔载我嘛另外一首。至少，互咱台湾的听众捌听过台湾的诗嘛，先做啥物款？无敢若诗敢若诗咧，牛仔诗的，吼，啥物诗都毋知。我有做过即个工作，所以有拜托迄阵啊吼，每一位作者拢爱写码互伊，讲我要甲你用你的诗，收入去阮咧出版的。电台要出版的60首台语诗60首内底，要搁拜托人录音，你有准也无吼，音准也无，无报酬，无我甲他送5本册互伊，5张5底 CD 互伊，无稿费，音准也无，伊爱签名，签名了我这拢收起来，后摆才无英文啦吼，后摆讲要甲你做，讲你唱哪版权，我拢无哦，我拢有照过来吼，所以。捌恁阿爸吼安尼办，尾啊电视台看到伊，我惊一个讲哇，伫遐你大袂金，你咧这就是建议哦，对美国转啊，迄查囡仔第一个镜头就是恁阿爸甲带去庙的吼，唱迄条歌开始伫台湾出名，所以捌拄只，对，文献，迄个柯文健，柯
国民性讲，我都甲恁爸爸熟悉，我毋捌，我跟恁阿公知道，我嘛毋捌恁爸爸知影伊尔吼，伊嘛知影我毋捌见过。有我讲有是知你。哦，安尼，捌的啦，毋捌见过伊。OK， 我即摆吼要请教周小姐吼的问题，是讲伫即个节目吼。其实我有拍字个，恁即个节目吼，我看了吼是不知何路啦吼。恁即个节目我是看了不知何路，就是讲恁即个节目吼，除了即个咧，逐工一句吼，即个节目伊一句以外吼，甲即句有关系的字句吼，也是俗语话，伊拢有讲出来，所以恁一无论一句，实在是无论无啦。即个我是感觉讲因吼，即个节目我听黄伟姐讲说，即个节目要停掉，我做无采，安尼做无采，因为逐工一句吼，会当做10年、100年，你知唔知？迄台湾话吼，一定有几啊10万句嘛，吼，安尼做袂完啊，而且足好的题材，连音吼足认真，各位咱毋知有认真看无啦？我无认真看，我是散看。看就有点小惊定咧。本来吼，伊上尾来是有一个复习，甲今仔日讲的讲做一遍，尾也毋是咧，尾也毋是叫做复习咧，尾也叫做溜，吼，3工无溜就缀真手，只是溜。我惊着我，那遮厉害，有够认真啦，吼，因即阵人有够认真，会当毋是复习，或者溜。溜着台湾味就走出来了，复习一点仔台湾味都无。所以吼，我感觉恁即个节目吼，无应该停啦。咱会要停，我毋知影啦。停我会感觉足无彩。第一个问题是讲，你也要停。第二个问题是讲，你停了恁即个节目吼，你当然袂当用公司嘛，一定要做新的节目。有想要做什么新的节目？无。开始。好，但是第一个问题是安怎即个节目爱停？其实因为我甲公司台语台的关系是因聘请我去做的，所以其实我毋是伫台语台上班，因为我自以前拢是接案较济，对，所以我毋是因台语台内底人。因为台语台的预算是为文化部落来，所以文化部因逐档的预算可能无共就对啊，伊的迄个状况无共。因为我有听讲，今年开始台语台想要推送台语的戏剧，大家我毋知影大家敢有一个概念，就是其实拍戏是足爱开足侪钱的，因为你会当想讲，要拍戏，伊要做一个场地是要互拍戏的人入去的，迄个物件内底你看到的、拍到所有的物件拢爱钱，对，所以阮的。因为因为着要做戏剧，所以因的预算就无够来做一寡像阮即种较细的节目，所以阮遮的节目就互停去啊。毋过我先多谢迄个李老师的迄个娱乐，就是有看到阮一寡用心的所在。上迄溜就是阮爸甲我讲的，讲啥物复习，迄就是花艺的啥物复习，就讲你着爱继续溜安尼。我就因为阮有一集有教着讲三日无溜八上手，即个俗语，我就想讲，我又甲大家教，就是溜即个意思，就是复习的意思，所以我后壁就会人甲改过来，就改做溜安尼，对。对啊，所以即个节目要停去，我嘛是有感觉有淡薄可惜，毋过我嘛是感觉不要紧，因为一定会阁有新的物件出来。即个像即个逐工一句，即个节目的。像即种形式的就对啊，其实我家己伫我的频道嘛是会使做，所以我就咧想讲，我若除了我想要拍的计划，我若有一寡时间，我嘛会当来去甲即个类似即个节目的做法就对，我嘛是当教大家一寡，后一工教一个词安尼，互大家逐工拢有物件看，逐工拢有当学台语安尼，对。第二个问题是。想要做啥物其他的新的节目？对，因为我甲公司台语台合作，就是即个节目的关系尔，所以我无就是其他因刷来，因要做啥物节目，我其实无甲伊清楚。毋过我家己是有一
写一寡补助，像写今年的补助，就是像我头拄仔讲，我想要做迄个短短仔的戏，因为即摆大家我毋知影恁敢有咧看 YouTube，YouTube 内底有足侪人，因拢是拍足短戏，可能有3分钟到5分钟的一寡戏剧，拢是可能有诶较笑亏啊是安怎的。我就咧想讲，其实因为咱即摆的少年人，大部分的时间拢黏伫手机仔顶悬，咱就目睭拢黏伫手机仔顶悬。你要看遐个笑亏的物件，我嘛是会当做笑亏互你看，毋过互你会当学着物件，安尼是毋是有一个迄种1减25的感觉？就是你就是嘛有好笑着，你嘛有欢喜着，毋过你嘛是会当加减，吸收一寡甲台湾有关系的知识安尼，对，所以这是我刷来想要做的节目的方向，对。因为我有查着迄个，阮爸爸嘛有买迄本迄个台湾外来语，所以因为我做这个，因就开始吼，就下骹就有足侪人来想要甲我做，因为我第一进门嘛是做甲迄个老师你头先有讲着的题目，就是台语，啥人毋是叫闽南语安尼，就是足侪人来甲我争这个，就讲你要推广台语足好诶，毋过敢会当莫甲政治有关系？我想讲，这就是连做伙诶代志，政治甲啥物代志拢有关系。是安那台语毋是名，因为我诶节目，我第一集就是做即个主题。对，我想来讲第几集？对，我就想着。我说你要想要做什么新的节目？对，所以我内底就有我下骹就有足侪人会有一寡因的想法。就是讲较歹听，就是较花底派的想法啦，因为感觉讲你遮啥人要叫闽南语就好，即种啥物。所以我可能嘛会搁做一寡影片咧讲遮的观念，就是啥人阮要坚持，像讲啥人阮要坚持叫台语，然后啥即个语言阮要坚持叫台语，啥物，类遮的观念我嘛会做一寡影片安尼。我搁甲阮一个朋友一个计划，我有写一个计划是要做一个台语的 podcast， 因为即摆有足侪人在做 podcast， 嘛有人甲我讲因无时间看物件，因可能咧塞车啥物时阵想要听一寡甲台语有关系的物件。因为阮就发现讲，足少少年人咧用台语甲朋友开讲一寡生活的问题，足生活的问题，像讲啥咱即摆的少年人咧流行饲猫仔。对，是安怎？是讲啥咱因为咱足习惯用手机啊，甲人讲话。像咱即摆咧见面咧甲人讲话，要约人出来讲话，哪像是，就是阮会有一寡要安怎讲？阮会惊就对啦。阮会有一寡想讲，遮个心态到底是啥？像讲，就是即个 podcast， 阮的主题就是，可能会讨论一寡甲心理有关系的代志，甲阮大家可能平常时会拄到的一寡小可代志，阮就来讨论。因为我是感觉讲，像讲咱即摆有台语的，互囡仔听的 podcast 是啥物，毋过敢若中阮即下的较少，阮即下的内容较少，所以我就想讲，要来甲阮朋友开讲，有台语来做这物件。其实这对阮来讲的，嘛是有淡薄仔困难，因为阮当咧开讲的时阵，就发现其实有足侪事阮袂晓讲。阮袂晓，阮毋知影伫台语要安怎讲，所以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机会。阮就想讲，因为一个语言咧进步是对时代、对社会咧做伙咧进步，所以咱若无一直用即个语言去想新的事，大家就会感觉讲我袂晓讲安尼。所以我感觉这嘛是一个足好的机会，当互阮遮个少年人来创一寡新的事出来，互台语用。是我的理想，毋过毋知敢会当做到安尼啦。对。敢是换我问问题啊？对。我有写起，有啊。对。我昨日在想讲，就是像老师你一世人就是做足侪甲台语有关系的工作，敢是你敢有一寡你想要做的计划还未完成？无咧，我即个人足帅，真少有啥物足长的计划啦，有5年、10年，我拢无啦，我拢想落山做啥安尼吼。但是想落山做啥会足认真做。我即摆讲我即本外来语，台湾外来语即本册吼，原本是
个2018年8月20吼，我去马街北开导因大肠啊，挂18公堂起来，1年20天退院了，我有甲电台请假1礼拜尔，第2礼拜就调去电台，迄个玉山社迄个广编辑毛辉淑珍小姐伊听着我去电台拼去电台甲我看，问我你安尼。打出年名就变来电台安怎？问讲你身体好无？我会使啦。问题我是即摆足惊啦，足惊讲迄个你开刀的时候，我足惊讲万一啦开刀若翘去我会足怨叹，安怎怨叹？我收集足侪年关于台湾的外来语的资料，收集足侪年。这个资料，这个册，这个资料阮囡仔拢无一个有趣味啦，所以一定准做本事单调。本事单调讲起来就足无彩。伊讲你想看我都无死的开刀也无死，无死也做唔出来讲你整理嘛？我有影，你整理我甲你出版，我有影，无好安尼决定。我转去迄工开始，你做咱出年10几工。阮某嘛足烦恼啊！阮每早去5点6点就精神，开始做工课做到12点，逐工一礼拜我就甲即礼拜所做的工课，就迄个 email 互李小姐，讲我即礼拜做啥工课，伊拢写起来安慰啦，讲拜托你莫拼甲安尼你若讲拼挑去就甲你出版。安尼我即1年半甲你分析写了，讲个无简单啦，800几啊做认真啦你讲我有啥物计划无啦？我拢是想讲要创啥才做安尼。当然我即个中间嘛，常常邀请我去倒位去讲台语啦，去讲外来语啦。我讲一本册出来了去10个所在讲台语、讲外来语迄本册。我每一个所在拢讲无共款，因为你有可能家己听众听就讲，你常常讲遮你创意录音大多我走来走去讲，所以我拢讲无共款的内容。我毋是足有计划啦，都想落山做啥迄种，做足认真安尼。你第二个问题？我第二个问题，我本是咧想讲，因为我一开始我嘛有做迄个白话天的教材，我就有人会一直甲我问讲，是安怎咱无要用，就是拢用汉字，全部台语拢用汉字来学就对嘛安尼。其实我家己感觉安尼有一寡问题嘛，大家应该拢会知影，像讲共字无共音的一大堆，搁有一寡教育部伊有创一寡新的字，无一个人看有迄点仔读的迄种字，迄嘛足复杂的安尼。搁有一寡音一寡腔口咱无字通用的问题。对，我想要问迄个老师，你对即种问题，就是你咧写册时，你一定嘛会遇到即个问题。OK。想要知影你的想法。OK。阮老师是这啦你在后面讲迄个语言是先有语言才有文字啦，有语言才有文字，毋是讲先有文字才有语言，先有语言就伫讲。即摆咱看咱即句有几啊用文字来甲伊表达出来，所以语言是行大声嘛，文字行伫后壁，无一定所有的文字拢会当表达迄个语言，所以有真侪语言是无法度用现有的文字来表达。像讲咱一般来讲咱讲语声词、甲语态词、拟音词，甲拟态词，迄个拟拟妙妙，你是安怎写？你甲我讲汉字要安怎写？无一定爱用汉字来写，所以你讲我写文章的时阵会拄到的问题就是即个我个人的问题的方法解决的方法就是讲，即个词我家己无足把握，而且我有定要用即个词有可能经查过字典，我关于甲台湾有关、台语有关的字典，我大概有20本。我一定去找到
拢无字通来家表达啦吼。我就用啥？用标语，用注音的啦。用注音就是用标语来表达。也是讲即字吼，即字汉字，有真侪人有各种意见，无共款的意见。啊，我无爱甲恁相争啊。我用标语，标语意思是啥？我甲你讲迄个音尔，我无咧甲你讲迄字是安怎，我拢无咧甲你讲。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吼，咱若无法度表演的，无法度用汉字来表达，咱宁可用标语来表达，莫讲一定要做字来因为现代重建吼，现代场景足恐怖的，伊做字即只就小只讲，做甲一寡字仔毋捌的字吼，啊，其实咱台湾人嘛足敖做字呢，做字咱拢无感觉讲毋对，但是吼，迄经过偌久人才来认可，像讲迄个身躯长长吼，做落骹的吼，啊，像讲尾仔囝做慢吼，迄嘛足久以后才变做迄方认可，啊，无一定爱读字爱去做啦，吼，无一定啦，吼，啊，像讲迄个水字吼，下骹字是石头的石吼，叫做墙，啊，水墙就是叫做瀑布。啊，咱中国话讲瀑布，台湾的足少人会晓讲，迄做水墙。吼，啊，伊墙就是水吼，啊，流的滴落去石头顶头，吼，叫做水墙的墙。吼，啊是木，吼，啊下骹就是土，啊叫做来漆，吼，咱顶漆啊的漆，啊，迄足麻烦了无？我宁可我甘愿用迄个音来表达咱会晓的物件，莫一定爱用汉字。拄则就小只讲，做一汉字咱是来看有，啊无一定爱看有啦，吼，看到遐字，不过咱就头毛水去白啊。所以我的个人的看法是讲，爱当去用迄个因素，用迄个标字来解决，袂当无把握，是讲有疑问的汉字，无一定爱家己拢爱用汉字。当然，阮老师伊即摆出一本册哦，台湾的迄个，而且迄个台语内底的汉字吼。就大本哦，足大本，我讲迄不得了的著作，老师就即个老师写的。迄本册哦，我是感觉讲内底足济哦，都了出去啦。但是哦，老师无一定爱暂时拢去找甲古早字啊，讲一定什么字吼，真有影真困难啦。啊，一般人哦无遐艺术精神，啊，不如用标字哦，较代替。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咱就按咱的贵宾吼，大家有啥物意见，咱就先小姐。你若做，你我做现在做主任，一定是爱按训练的，跟这理想一般来。你有在叫？哦，因为我以前是卖饼毕业的嘛，所以当然我嘛是做想要做一个，就是戏剧就是毋是像我伫 YouTube 迄种乱舞的迄种的，就是较正经的戏剧的作品，对。啊，毋过我感觉这可能爱等我搁较老，就是因为我感觉真正做着咧，若是咧做遮个创作是需要一寡经验，人生的经验来，就是对啦，较有你较知影要安怎做，对，因为我一开始我当毕业的时阵，我嘛都想要较去拍片，安尼，因为我有做一个朋友，伊拢咧，逐工拢咧写计划啊，拍片啊，要去比赛就对啦。啊，我就发现讲，就是我根本毋知我要讲啥，因为可能我想晓的，我想要讲的物件，我感觉我家己就还袂足了解，对，所以我就先来做甲台语有关的物件。我感觉这等待我可能较老的时阵，我有想法，我就来做。对，多谢。对，头拄仔讲是有人搁有赢手的，敢有。我手到哦，我嘛是做台语的，我有3个倒囝哦，他们会晓讲台语的。我叫伊学迄罗马语，无人要学，啊是你若袂叫伊学，你就学。快！我也想要学。因为在这
还算。无啦，我想讲我想要我看袂记是安怎是开始我会想要学，啊毋过可能因为我嘛想要看有阮爸爸伊咧写啥，嘿，因为阮兜有足侪台语的册，对，啊我细汉都看无，我就想讲，我若会晓，我就看有对。啊，毋过我其实虽然讲我是高中3年的，我即摆英文毕业，我大概英文毕业4、5档仔话一下，反正我是高中3年的时阵学晓白话字，啊，毋过我其实拢无咧练习，我是看有读书班，啊，所以我就做文大写，我就做文大读。虽然讲我即摆拢有出交咧拍字，啊，毋过我拢是用我连我咧写迄个大纲是无的卡本，我拢是用注音、拍字、写台语，啊，到我要拍白话字的时阵，转白话字，搁拍白话字安尼，因为我拍白话字是。应该安尼讲，我拍英文本地就做慢啊，所以我遐个汉字我拢用注音拍。毋过我是上台语，应该会当了解是，我伫我脑底，我伫我的头壳内底翻译就对了，翻译遐个字的注音安尼拍出来对。啊，我是感觉其实即摆愈来愈侪少年人想要学啊，我迄个就甲阮爸爸就讲，因为我有招阮的同学来，我就甲因讲，你若会晓白话字。伊咧写啥物件无人看，你会当偷偷啊写一寡物件入去册顶段，你要共伊看。啥物？反正我迄个阵就是无做认真的心态咧看其实，啊毋过因为可能嘛毋是讲方便的，所以我家己就愈来愈有兴趣。到尾啊，我毋才开始做即个教材。啊，咧做即个教材时，我就搁熟悉白话字一角，我就发现讲，其实我咧学的主题也是无清楚，无清楚的，对。煞来我就想讲，有足侪迄个台语的文化的物件，我嘛想要开始去学。对，可能嘛是有兴趣。头仔老师有讲，你是因为要写册才开始学白话字。写文章啦。为着要写文章才开始学。我会记你迄个时阵，我想着，阮爸爸就甲我规定讲，伊会写 email 互我，伊就全部拢写白话字，伊就规定叫我用白话字甲回。所以迄个时阵，阮就是安尼练习。对，啊，即马像阮兜的迄个群组，大家应该拢会甲厝内人有一个群组安尼，啊，阮就会伫迄个群组尽量写迄个汉语安尼。对，因为阮哥哥即摆嘛开始学，所以就变做阮爸爸会教阮两个练习。啊，我想讲阮妈妈应该是啥物拢看无，就想讲毋知遮个人咧讲啥。对，就是一寡所在开始练习，其实你会愈来愈紧。像我即摆，我因为做公司台语台这个节目了，我咧拍台语会愈来愈紧，是真正嘛，真正有进步安尼。对。甲有影也有咧。我缺的个男女先生，你讲那个乌西讲落去听者，那乌西，台语乌西啦，乌西啊，这乌西是安尼哦，迄个1977年哦，78年的中间，我咧编日记下台湾新闻下，我拄则讲了第一本是罗河新鲜专辑，罗河新鲜差不多战后吼，洪伊死了。啊，就互国民党甲封杀，所以阵无人敢讲大河这两字吼。啊，我甲出伊的册，出伊就做大河新鲜专辑，就是一记时代台湾的新闻学内底吼，第一本就是伊，啊规本拢伊做专辑。啊，迄阵啊，我去拜访的一寡台语的台湾文学的前辈吼，像我叶斌。这王世龙这一大堆，拢讲赞的，包括因为的杨贵伊拢赞。大河新鲜你甲出第一本而且这个专辑其实出产的情况。啊来，后来第二本、第三本就做小说选集，小说选集内底有一个人，伊的作品足济，伊的作品都是叫做蔡秋桐先生，蔡秋桐。
川西同志这住伫原井园长下，我的文林原井，啊我是看到伊的文章吼内底吼，有一篇叫做保价表，保价伊本人本是来做保价表，啊伊对放弃迄阵啊保价表，互日本人的学生吼，啊所以家己足生气，啊写一篇小说，啊伊阵啊写的小说是，咱刚才讲吼汉字吼。汉字的哦，迄地位字哦，台湾文啊，就是甲中国的迄阵仔的地位字共，台湾文共款。啊，伊写的内底，伊保价表内底有一个写讲吼，迄个讲吼，迄个代人就是警察，吼，警察代人，警察咯，毋是代人咯，警察爱讲做代人，袂使讲区别叫警察。啊，基本迄个代人来吼来顺的，迄阵仔代人足大，迄个。敢若连生囝尔，伊个啥拢会晓，拢管就啥拢管吼。啊，差不多甲即摆新闻共款吼，新闻啥拢管。啊，即个代志吼来顺，就讲咱迄个乌西帽、乌纱帽吼，伊用中国字写，乌纱帽、乌西帽吼，咱还袂来安尼。啊，我伫遮，我即部册哦，黄河路的所在就是讲，每一篇文我拢有去注解。我毋捌的所在，我去找甲捌，来注解。啊是讲迄本册、迄篇文的背景，当时啊出版，当时啊我拢有写到足清楚。啊，我去原井去找即个蔡天同先生的原因，就是讲，即句话吼，我袂晓注解。讲乌纱帽吼，中国字讲乌纱帽，哪还袂送来安尼？啊，我拢有一啥请教伊吼，这乌纱帽是啥物意思？用笑假呢，我是安怎？用迄我发明的，我啊，你发明的，我用这日本话哦，叫做学说哦，玉碎木哦，玉碎木的意思就是讲哦，年历，过年年历，就是讲过年的时阵哦，迄个香柜，啊送互顶柜，啊是讲下时阮哦送互顶时哦，啊开岁车。讲即年来你甲我照顾，真多谢你。送个年礼，过年的礼面叫做学岁无，玉岁木。哦，日本的学岁无，啊伊就甲即个人哦，甲放弃，放弃就讲叫做学岁无。学岁无甲讲学岁无，学岁无吼，伊用即句学岁无了，啊后壁嘛佫有别人对伊有写学岁无，讲我袂歹，注意。即个乌西帽吼，剪后了吼，迄个帽就爱帽吼，不对日本人造地法，你都乌西吼，即个代志哦，要去公家机关做即个，带到即个公司啊，是啥物代志哦？啊，毋知爱乌西啊，吼，啊乌西吼，乌西到尾啊吼，西嘛无去，即摆讲，啊，即个代志哦，啊要成功爱乌咯，现在，乌西无啊无去，咱西嘛无去。咱一个是乌，即个咱台湾的外来语的建议。老师，我想要问，就是啊，你哪会知影遮个，就是你怎啊找到即个词原本伊是安怎来的？哦，这个爱用心嘛。因为足侪人会甲我问这个问题，我根本无法度。爱去找啊。OK， 我怎样甲你讲哦？我讲我来，你若无出即本册，我家为促进小姐讲吼，玉山社总编辑，甲为小姐讲，我即嘛无出即本册吼，我会足遗憾啦，死吼目睭撇袂落啦，安怎撇袂落？因为吼，我是足认真伫收集外来语啊。外来语哦，中国吼会出版的外来语，香港出版的，啊，搁迄个中国吼，迄个包括北京、包括上海、包括迄个厦门，吼，因所出的甲外来语有关的册，日文甲外来语有关的册，英文甲外来语有关的册，我至少有40本，规拄啊嘛，啊，这我拢看过呢，啊，拢收集过，啊，搁认真。校对过、看过，啊，佮做笔记，啊，我就爱挑去，啊，遐物件就爱无去，哦，啊，
这是算做啥？足无彩，我感觉足唔完啦。所以我才认真吼，讲甲小姐讲吼，我会足唔完。台湾外语的台湾外来语。大家手那个。结果吼，这本册出来吼，有人讲有偌济什么物件你来无收去？我讲我的资料内底，无写落内底，还佫一堆你知？还佫一堆，但是吼，我足认真就是，你讲迄个或者陈美燕吼，伫迄个报道新闻吼，访问我就讲，你讲你写讲12月吼，就写到1月出版，1月就摕去出版社。你哪有迄个做方舱医院，哪有迄个甩锅？这种以后都是武汉肺炎以后发生的代志啊！我讲对，我伫教育的中间发现讲，这个方舱医院，逐工都有人去讲，是啥做方舱医院？咱一般误会拢是讲方舱医院是中国伫预防迄个武汉肺炎的地，毋是嘛？美国发明的嘛。来，这个甩锅，鼎要安怎甩？咱台湾话都袂晓甲甩锅，咱咧中国比较去甩锅。我嘛希望讲会当甲写落，所以就甲甩锅去找资料，甲补咧。所以建议就讲，你来，都都1月、12月你写好1月，你写出版你写1月，你是安怎？还佫有甩锅，还佫有方仔，我直直补咧。补的完无袂完，即摆我即摆收到还佫写落的物件，讲还佫补的物件，已经几10条啊。出第2集，出第2集。这就是讲啥？你认真无要紧啦，但是要有一点仔成果。我认真甲咧收集遮济资料，做遮济工作，尾啊来挑伊。所以讲哦，感觉足安尼，足唔甘愿啦。所以我伫迄个第2个时阵，收到迄个诗人哦，元朝的元朝的诗人哦，迄个写讲哦，什么小小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什么我佫较常讲，断肠人在天涯，我胡说八道，断肠人伫床上，跟他等干的哦，什么你天地啊，家啦。所以我就感觉讲哦，真感谢魏淑珍小姐，讲刚才到一句讲，我来出版，安尼尔，我拼死。阮某嘛足烦恼咧，因为我出年吼，伊无希望讲我逐工拢5点或6点就爬起来拍字，拍到到12点休，下晡就去行困觉，暗时就较早困安尼。伊足烦恼讲我在搁翘字，写袂好就翘字，我讲无遐认真。其实吼，也无遐认真哦，或者一鼓作气啦吼，也无遐认真哦，写袂出来。嘛足认真啊！迄阵已经拄着寒天啊呢，秋天寒天5点外起来去赶手收了，安尼4年半甲迄本册写了，真足认真啊！我是什么意思咧？囡仔有无？甲你放袂惊着。我请教你成败落差。你再来讲你放屁，你哪跑我问你啊？你若咧过到我请你是对落来。啊？你若咧过起来，我请，我听过。我请对起来无？台语老师在咧有书，我足够咧。迄个客家人来讲请，你怪怎么都？我毋捌听过足济啦吼，有捌听过吼，毋知意思就足济。毋知意思嘛真好过。地位吼，感觉这无来甲查看这原因即倒来，对这个字句你拄来讲，这字句是拄倒来，安怎会变做安尼哦？无安尼的时阵，无迄个 motivation， 迄个动力的时阵哦，动力的时阵哦，你袂去认真去做。像我即摆。我来，那有即个外来语，我
我逐工利用，我就紧转去开电脑内底。安尼嘛收一直20个啊，就出版以后才看到的。所以未完啦，因为逐工拢有新的外来语。开始啦，讲对外来语，今日讲台语的。嗨。我哦，迄个拄啊，迄个咱即个少年队伊有讲，迄个拄啊，咱迄个南平老师甲问嘛，问讲啊新的计划是啥？伊其中讲着一个讲，想要做一寡较底切开3号分钟的笑话，啊有台湾的物件伫内底嘛吼。啊，伊有讲有碰着一寡问题，因遐的工员的咧想遮的卡本的时阵有一寡困难，讲碰着有当时啊碰着啥物物件咧袂晓讲啦。啊，因拄着即个困扰，我想讲南平老师敢袂使甲一个啥物建议的，因咧即个几工员的吼，咧讲即个话咧想无的时阵吼，啊有啥物方法互因即个工作当较顺利的？敢有啊？因为伊这是按你的问题内底生出来的问题啦，啊无人甲回答。我感觉应该加看影片，老师应该是看出这对。我伫台湾啊吼。买到的吼，甲台湾话也是讲闽南语，也是讲因福建话，包括新加坡出版的，吼，马来西亚出版的，香港出版的，跟迄个福建吼出版的，上海出版的，我应该超有40本以上台语的字典，包括咱台湾家己做的雷云宝港吼，迄种安尼，达到有40本以上，所以我。一字毋捌哦，绝对是找甲捌为止啦，足认真啦。啊，找到尾也无吼，嘛毋知要安怎，啊就足生气安尼。啊，大明老师，使去边仔家迄个过来，因伫遐咧拍片的时阵吼，伊若咧卖啊，伊就教两句安尼啊。我即摆嘛是拢查网络的，迄个信号牌的，什么台语的书店，迄种我嘛是一直咧查书店，因为有诶物件无拄着，你真正毋知影即个事。迄个国家的书店嘛是。迄个台，国家的。到今仔日为止吼。国家的迄个研究迄国家的。我伊讲的台语，台语读书店的。日本话吼，日本时代早1932年，伊出版的2大本吼。会使讲到今仔日为止上好的台语字典。2大本吼，会使讲今仔日为止上好的台语字典，包括台湾人出版的啊，也是外国人台湾。啊，佫一本嘛袂歹，迄个100几年迄个国家发来，国家的英语台字典，伊真好嘞，这比我早3个人。英文有一般数。迄早5个人。到不啦？伊迄当然，迄个台语大书店哦，我是甲伊准做讲，迄就是。伊个出来吼，诶，外来语内底有外来语，我甲准做讲，伊写出来外来语就是日本人统治以前的外来语。我安尼就对区分啦，区别讲这是外来语。伊来伊个但是老师这有真是参考迄大家的迄个。对啊，但是伊迄个会使讲上好日本，但你看网络时爱注意，有当时你即摆看字字吼，爱去看原稿。啊，家己原稿，因为写的汉字哦，有当时啊，毋是咧，你个找原稿就毋是你字，伊凊彩共写。迄当然因做认真啦吼，但是啊足甘心啦，迄2大本的字典哦，甲分做会当伫网络顶头互你看，但是嘛有疏忽的所在，就是讲即字汉字应该写即字对无？啊，但是写字你甲找伊后壁有讲，你去看原稿，甲字原稿，毋是迄字啊。因求方便吼，全写袂，啊，毋是照原本的字。但伊汉字也无问题啦，汉字也无问题。我用伊，你袂你就照人原本的字啊。哪有叫意思咧？因为叫意思。你袂使讲，袂使共改。好，咱今日讲做时间嘛差不多啦吼，啊，除了拄则咧讲的台语大书店以外吼，其实咱即个吴文学老师甲陈兴国老师编的即个华语台语小讲的，我嘛已经过这哦，我写过一定爱参考。我老囝讲，我拢看你爸爸的册写过。
呀，就是我记得你教练啦，嘿，就是咱。阮家叫无台湾对象。嘿，对，我来去教练就是。哦，这下这样，我嘛是看迄，我嘛是看迄。新北八嘛拢会看伊啦。我迄是网络无。是哦。迄是网络无，咱因为阮家嘛有几若本，是用书店为做这个。是，你若摕来互你看，我迄本册是看较烂去。